仙人旗，你到底什么意思啊？怎么？你把那个双儿姑娘接回家，你什么意思啊你？双儿姑娘是暂住在这里，过些时日，她自觉无聊也就会离开了。那她什么时候走？什么时候？怎么？你与这双儿姑娘有过节？我不管，反正呢，有她没我，有我没她，你自己看着办吧。你这难道是吃醋了？我吃醋？切！你别自我感觉良好了。我告诉你，我先把话说前面，你别哪天被他卖了还替他数钱呢。别怪我没提醒你。哼！哎，妹子，你没事吧？你们一帮臭男人！哼！王爷，我查到了，这双儿背后果然有玄机。快说。双儿在几个月前就进城了，进城之后就住在二王爷别院中。我听说他经常与二王爷在别院中私会。果然不出我所料，那日在仪式上，二哥与舅父一唱一和的，我就知道此事之中必有蹊跷。王爷，既然此女有问题，我去把她赶走，以免晴柔更加误会。不必。王爷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难道王爷也是贪恋她的美色吗？王爷可别忘了，你已经有我晴柔妹子了。你先莫要着急。我问你，比如这咬人的猛虎，你是将其放归山林呢，还是关在笼子里呢？王爷的意思是，与其将他赶走，不如放在身边，以便更好的防范。哼，你明白就好。对了，我赶快去给我晴柔妹子解释，以免她更加误会。慢，晴柔姑娘向来心直口快，若是让她知道了，恐怕会打草惊蛇。可是王爷身边忽然多了一个女人，她肯定会不高兴的。哼，无妨啊。我倒想看看尹晴柔这坛醋到底有多酸。王爷，何事啊？双儿姑娘求见。让她进来吧。是。双儿见过王爷。双儿姑娘，这么晚了，你有何事？双儿见王爷这几日每日操劳，便吩咐小厨房炖了碗鸡汤，给王爷补补身子。双儿姑娘有心了，本王先谢过，鸡汤先放下吧。王爷，双儿有些话想跟王爷说。但说无妨，本王自然洗耳恭听。坊间有很多关于双儿的传闻，不知道王爷是否知晓？哦，是何传闻？不曾听过。坊间都传闻说，双儿与凌尘王有染。但是他们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双儿与那凌尘王是有不共戴天之仇。哦，你与二哥之间有何冤仇啊？当日那凌尘王在双儿家乡逛。王爷，便知道王爷是可以托付终身的人。
请王爷为双儿做主。此事非同小可。若你所言属实，本王定将还你一个公道。李章，在，扶他下去，好生安歇。是。谢王爷。真的假的？他真的这么说吗？是啊，言辞恳切，就连我这个粗人听了都义愤填膺。我的天，他都能拿奥斯卡了！奥斯卡？哎呀，就是我们家乡那边一个说瞎话表演状元奖。哦，对了，谢安琪怎么讲？王爷也没说什么，就说一定要将此事过问清楚。李大哥，你一定得信我，这孔双双肯定没安什么好心，你一定得处处提防啊。放心吧，那李章先告退。好，李大哥慢走。哎，晴柔，你来啦？怎么了？有心事啊？还不是因为那个孔双双。我听阿广说了。这话说回来了，你俩还真是冤家路窄啊。那可不，而且现在王府上下的人都夸他有礼貌，说他是大家闺秀。真的假的？他还能有礼貌？他现在啊，到处逢人就讲自己悲惨身世，说什么为救自己的母亲甘入虎穴，然后还英勇献身来着。我去，这娘们演古装戏演出毛病来了吧？我看我总有一天是会被赶出王府的，所以大同，等我流落街头，你一定要收留我。哎呀，晴柔，这是哪儿的话呀？这乐天斋啊，本来就是你的。不过，话说回来，晴柔，你可不能老是这么被动挨打。咱们现在穿越到古代了，大家都平起平坐，凭什么只能让他作威作福啊？我也想过，可是如果我们跟他斗的话，那穿越回去怎么办？那还有我们的好果子吃吗？哎，大不了不干呗。这又不是只有他一个明星一个剧组，咱呐就在这儿把钱赚够了，等穿越回去还用看他的脸色呀？你说是吧？对呀。那大同，你一定可要多多挣钱啊！放心吧，没问题。哎，话说这三王爷，你是怎么想的？他倒没说什么。哎，晴柔，你可得想清楚了。如果这穿越回去的关键真是这皇族宗祠里的什么宝贝，要想得到它，可不容易啊。更何况你现在还不是什么王妃，所以啊，这关键还是这三王爷，你可一定要抓住啊！我现在不是正为这事儿烦着呢吗？